台湾因为人行道规划了无周至，车嘛无让人行行，种种交通的乱象，互国外媒体经济是行人地角。到底出门一抓有偌危险的？这数字会讲话。2024年上新的统计，1月到7月，台中市有32个行人因为交通事故来死亡，全台湾上多。2024年的9月2日，一台公车伫夜间行驶，弄到2个女大学生，一个死，一个受伤。意外发生了后，台中市政府为行人正义甲整顿公车两大方面加强大执法。这个保破网的措施是不是真正有效呢？专家认为，台湾私人的交通工具伤多，道路的规划阁无介理想，再加上民众对交通安全的意识薄弱，这个问题拢互行人承受到真大风险。加强执法，敢是根本之道。要安怎来落实到行的安全，保障每一个用路人的生命权？咱这回来探讨。我绿灯，我行人，他应该会让，但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没有让。被害者出事，家庭不好受啊，他撞死人，自己也不好受啊。整个交通工程不能说不足啊，只能说完全没有。发生这样子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立刻去研拟一些改善的措施啊，但这些改善措施可能都是治标而不够治本。咱乡亲感觉伫街路家己有同款的经验。你会觉得他好像要上来，但最后是没有，但是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就后退几步啊，隔几公分而已，然后就车子这样过去。我绿灯，我行人没有在，他应该会让，但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没有让。他左转出来会插到我的手，很危险。2022年12月，台湾登上国际媒体版面，不是因为美食，也是美景，去受到全世界人注意，是因为真害交通环境，无人讲是行人地角。妈妈牵着孩子过马路，一旁黑色轿车根本没停下，转弯还加速，差点撞上。一名身穿白衣的女子走在行人穿越道上，接着一辆黑色皮卡车左转，没有注意到女子，车子并没有停下，直接撞了上去，前轮跟后轮都压到她身上。绿灯路口，一对夫妻沿着斑马线走到对面，但这时一辆轿车左转过来之后，直接撞上他们。交通派一个歹名声，实际情形到底偌严重？来看数字，2024年1月份到7月，全台湾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行人有199个人，其中死亡人数上多是台中市占32个人。9月2日，一件好社会吊颈意外悲剧，加深交通恶道的名。台中中区知名景点公园眼科前面发生严重车祸，2名东海大学的女大生被公车撞，其中1人被卷进车底，消防人员抢救出来的时候没有生命迹象。受害女大生依照交通号志行斑马线过车路，意外和公车弄到夺去美好的生命。行人伫车路所承受的重大风险，佫成为社会讨论的议题。意外发生后，台中市政府交通台对以行人正义大执法、甲公车大执法无限期加强执行。总共找了70处的这一个行人易肇事的一个路口，我们才开始来规划这个勤务的执行。那第一个就是闯红灯，第二个就是车不让人，那第3个是路口抢快、提前左转弯，还有一个是行人闯红灯及随意穿越道路等4大违规来做全面性的一个取缔。那我们 AI 自动判别它的违规态样之后，我们就是会依照这个违规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来做一个举发的动作。另外，这个路口是南区国光路与中明南路口，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取缔未礼让行人的部分。首先，我们第一步都还是一样确认车号，车号跟车子违规车辆属符合之后，我们进行下一步确认违规影像的部分。唔让过路人无依照标线驶车，才会驾驶上互人车违规行为，透过科技的执法，拢总走入去。路边设立的警示标志，嘛是守护交通安全的重要对策之一。那我们总共规划出27个点，然后来做这个公车大执法、移交跟志工。那也配合我们也做了一张类似检核表，就是说我们这个志工他如果出去执勤的时候，在路口有发现
这些公车它有违规，我们就会从检核表去勾稽，看它是哪一台车号，它是哪一家公车的业者，然后车牌号码给他们的业者去规劝或是记点，让他知道说他已经有违法。警方用大量的心力保护行人的安全，不过敢若挖苦交通大执法，敢有才调为根本解决问题。比如说像那对面那一种，就是有那种骑友的，因为他转过来的时候，他会被视线 A 柱的死角挡到，因为你可能你从那边跑出来，他可能已经看没有行人，然后过了之后你用跑的从他前面穿出来，然后他也是会没办法来不及反应。在发生公车驾驶造成车祸致死意外的遗憾事件之后，台中市政府要求相关执法全面升级。但其实一个良好的道路交通建设规划，才是还给行人安全的根本之道。通常我们发生这样子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立刻去研拟一些改善的措施但这些改善措施可能都是治标而不够治本，所以我们应该去从根本去探讨我们的交通环境有哪些缺失，在规划设计上面我们要去做整体的改善。专家学者认讲，道路设施不良才是意外遮济主要原因。台湾有真济路口，唔那方向歪歪斜斜，佫有真济分岔路，比归类为非典型的路口。9月22日，台中公车死亡车祸发生的地点，就是这款高危险的路段。那可以看到那边的路口转弯处是做一个斜切，没有做出任何的路口突出。那这块突出会造成驾驶人在这里车辆行驶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转弯轨迹，有可能会第一台车在这里左转弯的时候，第二台车从内侧这个没做出来的突出做一个路口超车，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总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对着在地交通的混乱状况感受真深。伊相信讲良好的建设规划，才是保障行人安全的重要解方。道路设计没有所谓的万灵丹，说实在真的是需要因地制宜，但是也不是说你随便乱做，都是有一个规范的。真正的规范是有好几块模块化，然后这些模块都是根据最适合的情境，然后你可以拉进来做最好的设计。以这个路口为例的话，其实首先你路口转弯处做出来，然后把那个公车的转弯轨迹三星圆画出来之后，基本上就好的差不多了。再来就是把行穿线放在正确的退缩位置，把那个转弯轨迹做出来，让它的上游跟下游是衔接好的。因为现在的中山路，你车道到路口的时候，跟上缘跟下缘是有一个断差的，这会造成内侧车道驾驶人驶过绿川之后，再继续行驶中山路车道会错位，那两车就交织了。因为以数字来看，行人违规嘛是致死伤亡的一大主因。2024年1月份到7月份，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行人当中，有将近1/4是自身违规引起的。要改变台湾行人地价乱象，建立用路人正确的观念，袂当搁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桃园监理站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伫桃园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是全台第一座大规模的交通安全教育场所，幼稚园到高中的学生都是主要的对象。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这个相关的这些园区的部分，就是让大家可以熟悉就是扎根向下扎根，就让大家这些交通安全的一些习惯的部分，就是从小去做起。这些活动加上实体道具，行个安全的定根为教育下手。接下来还有我们希望就是说，他们所不管戴的帽子、安全帽或者是杯具，都要有反光的材质。那我们这室内区的部分来讲，会做一个暗示。让他们体验穿上这些制服或者帽子之后，他身上的号志会更为凸显。所以尽量在夜间的时候，你要穿亮色的衣服，不管是老人或小孩，提醒其他用路人要特别注意。好，在进行完室内的教育训练之后，我们会来到户外的教育园区来实际体验在马路上行走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股长你好。那我们今天会有哪些关卡来带我们来体验实施呢？我们户外园区总共设计了6大关卡，对，那我们等等会一一来跟各位来做介绍。好，那我们马上就去体验吧。好，走吧。我们户外园区呢，其实第一关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绿色的这个石
就是我们的标线型人行道。体验关卡为上基本必须行伫飘线型的人行道开始，另外行到路口的时，停看听拢袂使无。如果要过马路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红绿灯，那可能会看到是闪红的号志跟闪黄的号志。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会跟他们说，遇到闪红号志的时候呢，如果是人或车，那就要先停止，那确认没有来车之后再通过。那如果是闪黄号志的话，那人车的部分就是减速慢行。确认都没有红绿灯的时候，要怎么安全过马路？其实就是要先左看、右看，再左看，来注意有没有人车通过。那如果都没有车子通过的时候呢，我们再安全的过马路。红灯停车顶行是基本观念，倒头算剩几秒，嘛要坚持判断甲评估小力人的脚步敢对着。那因为我们大概估计一个车道宽度大概是3.5米左右，所以你过一个完整的马路大概是2个车道，大概是7米。那按照我们小朋友的步行的速度呢，过这种两个道的马路的话呢，那就是要10秒以上，我们建议再通过。骑车落车的时，嘛有学问，两大色无顺手的开车门，嘛是较不安全的新好习惯。好，那反手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顺向转身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先把车门开一点点，然后呢，先往右后方看，确认都没有人车之后呢，我们再把车门往外推，然后我们尽速下车，再把车门关起来。当拄到大台车挖进的时，闪避死角，为了自保，这嘛是行人安全的守则之一。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户外园区第5关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体验。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主要会让小朋友去当大车的司机，会让他们实际坐上大车的驾驶座，然后会安排其他小朋友呢去坐在我们所谓画面中看到的黄色的范围，就是我们的视野死角区。会让他们坐在这边，然后让小朋友在上面看，那无论是往前看跟往两边的后视镜看，那会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视野死角是存在的。好，那这个黄色的三角形呢，就是我们的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好，那只要小朋友坐在驾驶座上面看那个后视镜，其实是看不到我们人站在这边，其实他们都看不到了。对，这个就是我们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其实大型车除了视野死角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危险的因子，那就是大型车的内轮差。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因为大型车呢，它的轴距、它的车长比较长，所以它在转弯的时候，它的轮胎的轨迹其实不会一致。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它的右前轮轨迹的话呢，会是这边那一条线，可是它的右后轮轨迹呢，会是这一条线。是，所以这2个线交织的这个黄色面积，就是大型车的内轮差。哦，整个范围会这么大？范围很大。所以如果小朋友呢，他不论是爸爸妈妈接送上下学骑机车，或者是他们自己骑脚踏车，甚至他们是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看到旁边是有停的大型车，我们能尽量能避开他们就避开他们。我们会请2个小朋友来当做模拟车子的前后轮的轨迹。那在行进当中，如果我们行人突然冲出来，那落入这个内轮差的范围内，就会像这样被扫到，我们就会被卷到大型车底下。对，那让小朋友体验到内轮差的一个严重性。安全规范谨记在心，更较要紧的是将正确观念内化为生活中的良好习惯。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对的事情啊，但是这个要变成一个习惯的话，其实是要反复的练习。行人的部分也知道说这几个路口的部分应该要怎么样做停等啊，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行走，那可以提升这样的一些行走的一些安全。10月1号有最新这个公布实施的一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实施的细则，它里面有由中央去督导我们地方政府去改善我们的人行空间人行的环境，而且它会做绩效的考评，有 KPI 的考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让地方政府全力就可以去积极的来做一些相关的改善？这个我们拭目以待了。交通要改善，我一直认为说，我们一定要强化这个交通教育，尤其是要从小就要做起，从小就要给他正确的观念。行业安全袂当干那挖苦口号较严格执法，生命真可贵，必须强烈的保护，袂当怀疑。伤亡数字的侵权，加深交通危机甲严重性。
车路如虎口，步步为营，如履薄冰，行人地甲负面标签，台湾何时会当摆脱，还唔知影。